来看，国防部长顾立雄今仔日是去立法院备询，伊讲有返去厝的感觉。针对这中国围台军演未来可能会变作是常态化的议题，顾立雄是讲这国军是正观察咱的应变能力。也那学者是分析讲，中国的军机歼20会当稳慢行踪，咱即马已经有反制手段。 有回到家的感觉。国防部长顾立雄就任了后，30日头一摆到立法院备询，也毋过是就任都面临中共对台发动联合利剑演习，国安局国家示警，军警恐行常态化。顾立雄表示尊重也同意国安团队的判断。那国军重要的是，对每一次面对这个相关的军演的时候，我们要妥善的应处，这个是国军的一个责任。 那我们也从他们每次的军演当中得到我们相关的经验。针对外界解读中共环台军演测试美日台底线，顾立雄表示，国军定调中共军演想要达到的意图，加对台威胁，当局要安怎来应对？ 立委观察，中共对台采取两个手段，也可见美日台的联防能力。一手胡萝卜一手棒子的这个策略，环台的军演照样进行，可是民生的部分或许未来慢慢的开放。那所以我想短期之内没有看到这个所谓这个中共要武力犯台的可能性。军演期间。 共军东部战区派出第5台战机歼20出现伫台海，中共官方媒体大大报道，讲是国海杀器长空利剑，有高稳性性、高机动性，会当做到超音速巡航、力中作战。不过国军也无咧冷冷，为战机到地平部队拢有反制手段，包括 F16V 还有后续的 F16V Block 70，用阵列扫描的方法。 就是快速的找到中共的这种所谓逆中战机、机动雷达车来侦测空中的这些目标。另外，美国前总统川普发声，中国若伫伊的近台武力犯台，会封杀不下。中国国防部也反击川普的言论是无血无目屎。顾立雄表示，对川普所讲的无了解完整的内容，无适合回应。也毋过中共若停止惹事，就会当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